如果你们一定要抢劫车队，这叫扣押。你们一定要抢劫车队，那么我数到3。要是你们不放行，一会儿，在这儿惨死的很多人里，必然有你。你赶紧数。1、2、3。然后呢？就这。他们根本不讲理，而且准备格杀勿论，除非交出粮食。那你怎么说？我说，他肯定会惨死在这儿。来了！美女留着，其余都杀。刚刚乔七说会惨死的人是你，是我。